國軍三軍8校這畢業生要去到部隊進前，攏要接受5天的反共愛國教育。2002年改號做是愛國教育，即馬閣要甲改轉來。這國防部表示講，主要就是因為中國威脅，這風險變懸啊，咱國軍敵我的意識就愛閣加強。三軍8學院當日舉行聯合畢業典禮。第一畢業生去各部隊任職進前，嘛接受5天的反共愛國教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個課程已經辦超過60年啊。第2002年改名改做愛國教育，今嘛讓24年了後，閣一改恢復做反共愛國教育。考量中共對我軍事威脅日益升高，不斷加大對台統戰滲透及灰色地帶等敵對行為，軍校畢業生是國軍基層部隊中堅幹部，有必要了解國家安全的威脅。國防部講，主要的原因是為了強化國軍基層的敵我意識，認清特定的威脅。不過，因為今年頭一屆邀請政務官員，包括陸委會主委邱水正、國安會主委黃重元來上課，和國民黨立委質疑講反共愛國教育加一個政治味。從過去的學者專家為主提供客觀中性的內容，轉向變成政治色彩鮮明，並且具有強烈執政黨意識形態的相關內容的話，那恐怕會影響整個課程的公信力。從知共到反共，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去教育的，它不是只是單純的一個教條式的宣示，它是要很清楚的讓我們的國軍弟兄們知道我們的對手是誰。民進黨立委認為講，面對國防教育的議題，無應該過度簡化，或者是大政治的飄頭。在愈來愈多官兵牽連共諜案的情形之下，應該注重反政府的教育。這幾年我們看到中共對台灣的宣傳統戰或者是滲透，已經很多人喪失了這種敵情觀念或者是憂患意識。這些基層軍官他們的想法或者意志就非常重要。學者分析，把反共這兩字加上來，更加會當加強官兵的意識甲特定的觀念，更加了解為着什麼來戰鬥，為啥人來戰鬥，嘛會當互民眾對中國的威脅甲統戰的滲透更加有警覺性。記者綜合報道。